立法院会将三读通过主体法修正案，规定上无爱有2成的社会主体，说互新婚2年内或者是囡仔也未成年的家庭。另外，阁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体申请平台，嘛要定期来公布税厝市场、特平租金的行情。报员会报告表决结果：出席108位，赞成108票。 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全票通过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加一条，立法院三读通过主体法部分条文修正案，重点包含规定社体应该提供至少20%税予新婚2年内，或者是有未成年囡仔家庭，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体申请登记平台，而且定期公布主体市场每平税金等等。 关于在这个大的政策方向，我是支持的，而且我也觉得符合蛮多国家在做的国际趋势。我觉得关键不是这个比例20%的事情，关键是我们的存量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社会住宅。那我会觉得现在比较大的挑战是说，特别是中央还有没有要继续的在持续的推动社会住宅。 今嘛主体法规定，社体应该至少提供40%以上比率，税负经济或者是社会弱势人。这摆修法正定应该提供至少10%的分属体。培养看社会，这摆修法为基础政治，搁一摆下出重要一步。后续会要求中央甲六都继续起主体。 社宅建置统一的登记平台，可以大幅度的节省民众的申办时间，以及提升申办的效率。不过呢，平台上可能也要同时揭露各个县市申办的门槛以及条件，以免民众呢产生误解而出现争议。 三读条文也明定，为确保民众及时掌握全国社体就租等相关的资讯，内政部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申请登记平台，各定期统计分析，各种户数需求、房型配比甲所需要公共设施，作为将来拟定社体兴办计划依据。内政部表示，公布每平租金计算部分，爱甲相关专家学者、工会团体甲县市政府建议申请规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